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要来美国来看卖因的非法移民的状况，已经暴乱了。偷渡移工有纳税，敢是就算合法？立甲5档就互你工作签证1-2档。美国敢是 We Are the World 移民好5万，也是根本就无法度，到处拢欠工。今仔日也有美国人，也有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二位是咱在台灣的老朋友美國人阿發 David， 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台灣地科諮詢委員周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嘛是咱老朋友台灣律師以及美國紐約州的這個律師 Charlotte Lin。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斗陣進入到這個題目。洛杉磯因為非法移民的問題，衝突是愈加愈嚴重。洛杉磯市長 Bus 已經宣布進入到緊急狀態，市中心部分地區逐天宵禁10點鐘。那麼若是川普呢，除了決定要派到700名的陸戰隊員，甲4000名的國民兵進駐以外，今仔日佫表示講，無排除要來用叛亂3法來處理這場衝突。川普無少用40億大票調派700個陸戰隊員加4000個國民兵，要去加州洛城準備鎮壓移民示威暴動。加州州長甲檢察官成為阻止，向聯邦法院申請禁制令，說好法院駁回。洛杉磯市長是真無奈。I want to tell him to stop the raid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this is a city of immigrant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if you want to devastate the economy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then attack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當時洛杉磯市長巴斯也下令進行緊急狀態，佢宣布當地7日暗時8點開始到隔日早起6點，10至10點鐘嘅宵禁，可能會連續幾日。川普除了調兵7日也喺加州軍事基地布拉格堡紀念美國陸軍250周年演講當中，嗰一擺有關聲音批評加州暴亂，限制無政府狀態。Generations of Army heroes did not shed their blood on distant shores only to watch our country be destroyed by invasion and third world lawlessness here at home, like is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川普言辭真激烈，指控示威者是外國敵人，佢表示要解放加州。Very simply, we will liberate Los Angeles and make it free, clean, and safe again. It's happening very quickly. 目前美軍部隊移員的情況當中，一個美國官員向媒體表示，700個陸戰隊員嚟部署離洛杉磯50公里的海拔海堡，但進一步派遣。不過其實根據法律，這海軍陸戰隊員無大保權，因為川普政府原先的 tax 無這種授權。來洛杉磯的軍隊可能保護建築部指揮交通。They cannot do seizures. They cannot stop people.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detain or arrest in any form or fashion, except if it's in self-defense or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等到辦公室，川普被記者問到什麼時陣才停止派遣國民兵的時陣，川普無講出時間表。伊表示，若是伊出手，洛杉磯早就已經限制火海。Will the National Guard be in California indefinitely? How long will they be there until you think? Until there's no danger. It's easy. Look, it's common sense. You ask me that question. 不過也暗示無排除動用美國法典第10篇嘅叛亂法來處理這場衝突。If there's an insurrection, I would certainly invoke it. We'll see. 叛亂法正式嘅名字是1807年叛亂法，以文總統在特定情形之下動用軍隊來鎮壓叛亂甲暴力事件。不過這法案在歷史頂懸真少被動用，而且常常受法律嘅嚴格限制，尤其在無州長請求嘅情形之下。公視新聞洪如梅報道。咱看這個新聞吼，一般的這個時代人看到哦，美國有夠亂，敢是安尼？
现场的气氛是吗？是安尼吗？我要先吼来连线，请这个咱的老朋友肖若琳吼，你即摆所在的位置就是洛杉矶嘛？大洛杉矶。哦，大洛杉矶嘛，吼。洛杉矶 County 就是即个洛杉矶县，但是代志发生的所在是洛杉矶市内面嘛，吼。市内面嘿。那赛车偌久的时间？对于我住的所在，无塞车差不多半点钟就会到。啊，你有感受讲哇，足乱的，啊，叫你厝的人唔通出去？这就是大家新闻看到，阮在住的台人感觉足无共的所在。其实我住的所在，做工课的所在，啊，开车啊，搁阮今仔日搁去拍球食饭，其实所在足远的。所以因为大洛杉矶吼，规个所在有1000万的人口，啊，洛杉矶洛杉矶的时报吼，今仔日有特别有一个澄清的迄新闻在讲吼，咱即马洛杉矶大家的生活交媒体在报的讲啊，今仔战场是无相像的，因为大家讲战场的所在差不多方圆唔知1两英里吧，3、4条街，差不多围起来一个，差不多博爱特区安尼，就是讲一个区尔，但是一个大洛杉矶差不多500迈，500英里，方圆500英里，1000万的人口，所以比一个台湾搁较大。你会想讲一个即马博爱特区即马有一个即寡在抗议吼，还是讲警察有这正面的冲突？我住差不多半点钟吼，比如讲无塞车半点钟，可能是住的人口吧，还是讲住的太，就是其实你是无看到，嘛无感觉，你的生活嘛是照过，但是你就知影讲大家洛杉矶，LA，就是足侪新闻出来，可能嘛有足侪人吼，尤其是我身边吼，因为在加州一个特别的，就是讲移民实在是足侪，移民内底吼，我今仔日看迄新闻在报讲，内底有20%拢是可能是所谓的非法的，就是讲无身份的，也是讲即马搁在出庭的吼，就是讲不管你是跳机啦留落来吼，留学过留落来，也是讲有诶就是墨西哥行过来，也是走线的，也是讲中国移民的吼，这差不多加起来，听讲有差不多20%吼，数字是偌济我袂记啊，差不多毋知几百万，就是讲20%的人是非法移民，所以我会安尼讲是讲，虽讲讲吼，刚才市中心吼有即个抗议的代志咧发生，但是边仔的人吼，尤其是譬如讲我今仔日拄着的客户吼，若是中国人的，也是讲伊伫搁在等未换绿卡的吼，搁在等庇护的，伊会感觉紧张吼，伊会感觉讲因为即马传播伫咧执行即个非法移民的扫荡吼，伊若是无摕到，可能就会赶出去。所以虽讲市中心才有抗议，但是外口的人嘛是小看吼，若是讲你是非法移民的，就是可能会紧张。但是讲你若是普通的市民吼，可能是无看到，交恁同款拢是咧电视，拢是咧新闻看到。这是阮真实的感觉安尼。但是我要问你吼，就是讲，第一当然是问你有赞成传播的这个做法无？这第一。第二，但一般你所观察的，在加州的这个州民，还是你的朋友亲情50朋友100，不管，因大部分敢有赞成这个州长，还是赞成传播？我的感觉甲观察吼，差不多分两部分吼。我伫做工课所在公司吼，若是讲毋是讲拢是华人的，就是讲伫美国大汉的美国公民吼，啥物族裔拢有的吼，普遍是较支持民主党，较支持讲人权。阮家己伫做工课的对象吼，嘛定会接受到即寡移民吼，所以因着普遍的对移民较
安怎讲较同情吼，会感觉讲吼啊，若是有来要来咱公司要掠人的吼，咱爱安怎保护因的privacy 吼，隐私啊啥，啊，就是讲伊爱有权利，爱有请律师，就是爱有伊的人权吼。合法的定数啦。对，合法的定数安尼。啊，但是吼，若是较安怎讲，一寡华人啦吼，啊较传统的，啊较保守的，啊年岁小看较大的吼，啊，就会感觉讲啊，其实吼，因为譬如讲因。我伫迄个社交媒体啊吼 ，Facebook 啊啥看到一寡分享吼，伊就看讲哇，迄图甲相片出来吼，啊，就一寡伫抗议的人拢摕墨西哥的迄国旗啦吼，啊，若伫遐抗议，啊，内底有一句话，我看我嘛是感觉，安怎讲，伊的字就是写讲 ，For right for all， 每一个人拢爱有完全的权利。啊，这就是一个齐头式的平等，就是讲，你若是行过来，你若是规范，要我几落工等着绿卡，等着 green 卡，还是讲我才等着咱的申请的意思，我是较平时较保守的，啊，我摕着工卡做工课管理，比走线来几个月就摕着的，搁较慢，我等几落工，因等几个月因就摕着。啊，因搁在抗议讲，对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拢爱有完全的权利，咱爱交公民共款。其实对虽讲是同情的人来讲，我感觉讲，啊你安尼规划囝行过来，你爱讨这个权利，啊已经用做这个福利，安尼较有公平，吼。所以这就是两种的争取诶。安怎讲，冤家会拍结啦，就是讲一方面，你爱感觉讲你爱保护伊的人权，啊，互伊有好的公平的评事甲权利去争取。啊，若是真正是讲互迫害，你爱互伊帮咱吼，咱就啥。但是因为嘛有足侪事，足单巧啊，想办法过来吼。啊，这只若是就是讲，伊就变做讲有诶嘛，真侪犯罪，还是讲一寡社会的问题，所以变做讲是就拍结的两种情绪啊。这情绪就是讲，怎讲就是讲很dilemma，很两难啊。所以你若我是感觉川普的这个行为像 abroad， 像其实是有法律上的，像粗残呐。伤粗残对，因为伊这就是讲60年来，大家会讲，你这联邦交这州吼。但是吼，小罗，歹势，咱先停喺遮吼。我会记得我吼，啊，搁咧做研究生，差不多33年、34年前，因为我的学习是人类学，吼，啊，我的老师拢是读这类的，拢咧 measure the unmeasurable， 就是咧算。到底美国有偌侪非法的移民，啊来好好啊甲照顾，啊来做吼深度访谈，啊看伊的 networks 社会即个网络，啊咱啊一个好好甲讲，啊照定数，互伊有 human rights， 就30几档进前哦，即个问题就变做论文哦，规大坨哦，是哦，啊已经30几档啊吼，显然问题拢无解决啦，啊就表示讲过去的方式拢无作用嘛，是不是安尼讲？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两项就会一直在挑战两党的对这个移民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冤家，吼为什么安尼讲？就是讲，因为尤其是加州是移民的，应该是上多吧，上多的州，上大。我的数字吼，这美国非法的移民占总移民数是23%，吼。对啊，若加州吼占上多180万，吼总人口的3%，你加州上多。哦，因为恁上优先呐。对，阮上优先，所以我常常在接触即寡移民吼，尤其是非法移民，嘛是阮就是讲算做权利甲福利保护的范围啦。阮就会甲伊讲你来了后吼，你的囡仔吼嘛是爱
你的家庭嘛是爱接受这帮助哦，是希望伊莫造成这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你来互阮讲来介入吼，来辅导来帮助恁这个家庭处理问题。所以譬如讲吼，若是讲你这有派奶吼，你这家事法庭给他那个儿童保护局会上来吼，法院就会判讲爱要安怎甲伊分帮助咯，或啥物福利。若是讲你若无厝大，要安怎帮助你洗厝吼，毋通做 homeless。你的细汉囡仔，若是你袂晓教吼，阮就派专门的即个辅导师，也是所有的资源照顾甲真照着啦吼。照讲足照的安尼，这拢是一世因拢免开，摕迄白卡吼，完全拢是免费。但是咱普通的市民吼，咱有在做工课，我是买这个私人保险的吼，我去看医生，大家拢知影，你美国看医生足贵。你若要参加这种所谓辅导啦，吼看 therapy， 也是讲所谓找律师嘛好，吼找这个心理辅导嘛好，拢是100块的起跳的嘛，嘿，但是因是完全拢是免费的，就是要甲伊帮助所以讲到底，小路你有支持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我是支持爱互因帮助有一寡人权，但是我嘛是感觉讲，是毋是爱有一个界线？爱较有杂杂的。嘿，爱有一个界线伊是毋是讲，譬如讲，我家己熟悉，变做undocumented 无证的非法移民有足侪种。我家己有同学吼。伊甲我讲，伊是对台湾来，吼，因兜为虾米完全变做非法移民是，因要申请移民，互即个移民律师骗去，钱拢互伊，根本就是，所以呢，伊就无摕到绿卡，无摕到虾米物件，但是因本来吼，因毋是要跳级，伊是合法要来申请移民，互人放，就是等咧食，规家伙仔拢变做undocumented，吼，我嘛有拄着讲。真正是。I could tell you the same old story. 呀，就是足侪无共的故事，嘛有一寡是其实是骗的。譬如讲，我在教会拄着，伊就是假做伊是基督徒，其实根本就毋是，伊受洗吼，找牧师来讲教这圣经吼，伊阁有代办吼，牧师会发觉讲，你做几套的受洗的人，发正主的人无共款，伊就替你去参加教会。替你摕到一张证书，再摕去互你办这个宗教庇护，伊就讲海关吼问我讲 Who is Jesus？ 伊就讲我都有回答袂出来吼，所以伊就无爱互我入来。我即马就爱偷偷对目西哥入来安尼。就足侪款的故事，有一寡人是用骗的，有一寡人是真正可怜的。所以你问我会感觉讲有需要同情的。嘛是有需要，互人好好规范的，所以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天书作为一个法律人，当然是爱 due process， 爱合理、爱合法。你若有这个宪政争议，联邦交州的这个冲突，就是有法律天书的问题啦。是你简单一讲句，咱来听三位吼来讲法，你再来做回应吼。来，首先要请林老师吼，老师我先问你一个。宪法个法律的问题，即摆出兵，敢有所本是合法吗？会使安尼像他到小路恁讲像粗残，还是讲无喏？即过去拢宪政拢有例啊，只是讲出兵会要保护的对象无共款而已。老师安怎看？当然，即个美国的法典内底第10部分就甲即个军队。要安怎运用有关系所以咱知影这国民兵，咱像后备部队同款，差不多每一州都有这个陆军的这个国民兵啦，当然无海军啦，但是也阁有空军的国民兵。这个国民兵伊过去的历史内底，这个总统甲这个州长，是毋是要动用这个国民兵，有咱无共款的看法啦，像这个2006年，
2006年，伊即个路易斯安那有一个卡崔娜，即个足大的风灾啊，吼，即个小布希，伊要动用即个国民兵，但是这州长伊反对啊，吼，落尾即个小布希的没有动用这个国民兵，但是这个总统绝对有这个权利来动用国民兵。虽然讲这个国民兵每一州都有，当然这州长本身伊来做决定，嘿，但是伊有几项，尼讲有啥物例外一站，就甚至有这叛乱啦，甚至有外国的侵略啊，当然总统有会当，绝对会当，唔惊这个国民兵。个海军陆战队是啥物其他的军种都会当来来调兵，嘿，所以咱即个看到，虽然讲是即个加州的州长啊，即个 Newsom 伊要来控告啊，但是控告即个已经无成功啊，就是讲无成立吧？无成立，联邦的法官内底，就有讲到，讲要来。雇用一个听证会来决定这样代志。虽然讲加州的州长甲美国的总统川普以这个加州即马这个案例内底总统是绝对伊有这种权利，有这种权利吼。他昨听这个小罗讲起来，其实对一般加州的这个市民、加州的州民来讲，反正我看无遮大吼，伊做了伊做啊。而且对外治安有影响无影响我唔知，但是我逐工吼会当上班2点一线，我通好安平安就好。这项代志在政治上意义是啥物？这个川普伊上任以来这个赶走这个非法移民是伊的主要政策，伊这100天内底，伊做总统做100天内底，足侪部分拢是成绩无好，但是赶出这个非法的移民，就是卖这个非法的移民入来，伊是受到这个民意的支持。所以人讲用这点来看对川普总统来讲，是伊的政策。另外一点就是讲，这个加州的州长加这个川普这2个人。差不多为今年1月以来都不同调啊。迄小达真厉害咯。咱知1月初加州这个足大的火灾，足大的火灾就是讲，以这川普未做总统以前，甲川普做总统无几日了，较来结束，差不多1月川普都一直咧骂这个民主党，这个 Newsom 这纽森而且最近这个川普佮用这个 Newcomb scam 的讲咧人渣啦，新的人渣来形容这个加州的州长，所以加州的州长来讲，你总统无问这个你无甲拍电话，对，都无就来直接来派这个国民兵，佮要派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是要来保护执法，伊看咱就好似第2线啦，唔是讲第1线，即个国民兵大政区去做的啦。对，所以就是讲第2部分就是讲这2个人，差不多差20岁即差不多58岁。听讲以后可能是对手啦。确实有影是安尼但是加州的州长以这个为今年1月以来到即马，尤其是1月，这个大的火灾处理了不好势。是。那这位，你感觉咧？但是你做一个美国人嘛是选民啊。那你感觉川普这项代志，你徛在你顶头，法律顶头，伊是徛会条的，但是手段咧好也歹，你感觉咧？我感觉这摆川普去派兵去加州去解决这个问题，是足多美国人较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州的人，较赞成川普安尼做。其实加州的人的看法不要紧，是安怎？加州的人的看法不要紧，是因为加州是100%
是民主党的所在，所以加州人支持还是赞成，无人要管，即摆是要管这个顶摆这个搞的摇摆州啊，这个摇摆州有什么想法？这个摇摆州想要讲，爱减少迄个非法移民，那是川普有做一寡行为去解决这个问题，伊会支持。即马电脑是加州的州长是无要做即明显的行为去解决即个问题，可能Newsom伫迄个民主党有足多人会支持，不过较大部分的投票人无支持，所以选落去 Newsom 绝对爱去选总统，伊可能会选会到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代表，不过。伊若是要选总统的时阵，不一定会成功。啊，毋着即个川普就敢若浮梁过安尼，甲即个人浮起来，变做会当总统的候选人，是即个意思哦。是，川普是真正，若是在受共和党的立场。是爱Newsom做迄个民主党的候选，就因为伊的输的机会较侪。伊若是去选迄个摇摆州的较有较中立的州长，亲像迄个 Pennsylvania Josh Shapiro 这款的人可能会当赢全部的中间选民，对。不过伊这个中立的人，伊个问题是啥安怎？伊个问题是可能做民主党的候选人较困难。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因为我知影这个移民的问题，就我读册的时阵30几档，迄阵时就真严重。那么，即马已经30几档累积起来，这可能毋是30几档的问题。你即马要用这种方式，甲决断落去吼？敢有法度？你认为这种强势的这个方式，敢有法度让彻底来减少吗？即马是有的人讲，我安尼问就是讲，有的人讲事实证明，你若 crack down 强烈的处理了，袂降低这个犯罪率啊，移民也愈来愈多啊，人有按提出安尼证据，你看。有两个方面，新的人入来可能会当控制，已经伫美国。去掠去派去因的国家，这个困难。有听讲，即马非法移民伫美国差不多1100万人，有人有做这个统计。是，若是一年会当掠会当派去因国家，差不多伊美国有能力处理差不多50万人。所以一年欠上50万，所以若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去算，爱21年才当解决，所以这个是无啥可能的代志。无啥可能。是政治来讲，是美国一般的人是上爱讲，这个进前拜登不太管。佮讲哦，佮有就民主党讲哦，阮的政策就特别改，所以愈来愈多人入来。所以你也认为讲这无法度彻底解决？无法度绝对解决，不过嘛是爱做。一般的人，林先生他拄仔嘛讲，一般的人感觉这个川普这个政策伊较支持，较满意。张老师，你安怎看？我即马听到我听到即马吼，我认为啊，川普是毋是有即种权力调兵？这讲实在是一定找有一种理由啦。好，美国的法律遐尔啊久吼，你找到一种对有利的方式来解说，这一定无问题。但是咧，徛喺我一个台湾人的看法吼，我想要了解、想要问的两个，第一就是吼。即摆状况是毋是真正严重到非派兵不可，对无？敢是讲状况已经歹到你无派兵，你海军陆战队，加州是无法度解决即种代志。加州的政府、加州的地方的在地的警察，即种是无法度解决，是毋是真正严重到即种程度？
假使咧无严重到这种程度，虽然伊有权力派兵，但是全世界拢会看到，你做一个美国总统，你到底有啥物民主、分权、联邦、宪法的概念？你敢有？你我有权当然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权是毋是用到适当？亲像韩国立委我戒严嘛，全部戒严，伊当然嘛有这种权啊。但是问题是，韩国的社会无人认为韩国的社会已经严重到需要全部戒严嘛，所以伊规个就倒嘛，人嘛掠去，弹劾总统嘛改选，政权嘛失调。所以咧，即摆重点就是全世界看到美国这个世界领导的国家，假使选出一个领导人，是感觉讲我有权会当用，完全无去评估，无去看讲是毋是真正爱用这种权去对付人民。我感觉这美国就退到甲全世界这种各地这种开发中的国家差不多，这甲人民支持无支持，我感觉无关系。但是足侪国家无民主，大家感觉讲无进步，无代表伊个领导人人民无支持呢，对无？所以咧，全世界假使退到这种程度我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咧，我感觉头拄我听过一种讲法，就是加州的人是毋是支持较无重要？我认为假使是安尼，我当然是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人爱做安尼选择我无意见。但是假使是安尼，以后选一个民主党的总统，看到德州袂爽，我嘛讲德州的人无支持无重要啦。我派兵去甲改啊，伊讲无爱环保，我讲伊爱环保，敢会使安尼？袂使。这个国家我感觉每一个州大州、小州，你讲加州4000多万人，嘛是美国嘛有一个州无100万人的州嘛有啊。但是伫美国宪法大概是公平，所以我意思，我咧想阿法的讲法应该是符合的，因为阿法的过去嘛上咱的节目我替伊小解说一下第一，加州是素来就是这个南州就是支持民主党真传统象征性的所在，所以伊就亲掠贼亲掠王，大家要甲你定落去。伊有些政治的这思考在。我知，我是认为美国的朋友对因美国政治是有啥物看法？因为我嘛唔是美国人，我嘛无选票，所以咧当然爱尊重伊本人、伊美国朋友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因为我嘛无法度决定。但是咧，徛到我一个读政治的人，但是假使咱登到台湾，你即摆赖清德做一个民进党的总统，伊讲啊，这个花莲拢无甲我选。每一边拢是民进党，拢无票，所以咧，我即马爱派兵，花莲县政府甲佢关起来，花莲咧，是台中，治安足歹，所以我中央爱接管。我感觉莫讲是美国啦，台湾这种民主的后进的国家社会敢会反对？当然反对嘛。所以我意思就是，任何的国家领导人有权力，一定是有。但是咧，伊是毋是用啊适当，对无？是毋是伊对这情势的判断是正确？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在看因为美国毋是普通的国家呢。你即摆中国甲美国，全世界国际政治、军事对抗嘛足厉害。假使咧美国表现出这种，连你国内是毋是需要派兵？你拢看袂出来，你完全是为着政治，为着你个人的意识形态。安尼中国看足欢喜的，你根本拢无理性去决策的能力，完全靠你家己的政策。安尼对中国来讲这就是伊摕到全世界控制权的上好的机会。安尼对咱台湾来讲，当然种危险的啊。所以美国人民是要安怎决定，我无解答，我无关心。我关心是咱台湾啊。咱反倒头来讲，如果那是你要来解决这个加州这移民遮济，而且已经有的人感觉已经限制着因的工作机会，影响着因正常的权益。亲像头小罗讲的
即个非法移民哦，甲你照顾甲招着，你若有家暴的，我就甲你处理甲遮好。啊，我一般咧合法咧纳税啦，迄相对的剥夺感，要安怎来处理？你认为？我认为吼，假使啦，当然我无即种运命啦。假使但是我是美国总统吼，我认为美国每一个总统上重要的吼，是决定一种典范。就是我即摆每一工做的代志的决策，是美国的历史几下百年以后，人拢会记的啦。所以咧，重点第一是要保护宪法、联邦的制度，尊重这个每一个州，这是100%嘛。共和党嘛，是赞成讲每一个州家己主个权力爱大，所以在选举的时阵，川普就反对这个拍算音啊，这种个案嘛。就伊重点就是每一个州敢会使家己决定啊。为什么到这个问题，你就变做双重标准？所以咧，不管伊个问题严重还是无严重，第一，现行的制度，我即马表现我会尊重加州，安尼就表示讲任何的州我拢会当尊重。第二咧，这个非法移民的代志哦，头拄啊，David 先生嘛讲啊足好话啊，这绝对唔是讲派兵去掠一年掠10万、100万。就会当解决，这是50万啦。50万，因为这是一个足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吼，为什么遐尔侪非法移民要走到美国？因为伫美国伊有头路，伊有钱会当赚。但是咧，啥人互伊头路？啥人会请伊工课？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欠工安尼啊。是美国人啊，美国嘅生理人本身嘛。假使美国生理人拢散车，美国拢经济拢足歹。走去嘛无效，对无？你非法移民敢会走去这个墨西哥嘛袂啊？因为无头路通食，所以咧，这个重点第一就是吼，你去掠非法移民吼，真正处理这个问题，你要先处理这个雇主啊，处理这个生理人啊，生理人非法用，吼，这是重点。像新加坡就好啊，新加坡就做规定啊，任何做生理的人吼，凊彩请迄种无合法的人。入来工课，变形呢？当然这是做这种的违反人权，但是伊重点讲哦，唔是掠迄工人，迄掠个头家唔敢用，唔敢请，好用合法的方式来申请，安尼唔是最好。台湾嘛是安尼啊。老师，安尼我会当甲你讲吼，因为我有亲戚朋友、学生，还是即个当初哦，拢伫加州咧生活吼。甲他讲哦，因兜歌手啊。无对人来收啦，爱剪啦，伊拢叫阿米哥，我拢非法的来剪。所以咧，代表讲吼，这一定是有经济的发展，有社会发展的需要嘛。所以经济学是足准的，就是假使这对社会有害，经济无法度负担，伊绝对嘛来嘛无效嘛。所以咧，亲像澳洲就好啊，因为我住过澳洲啊，澳洲嘛是每一年这个什么农业啊，足侪所在拢。欠人嘛，无人个做嘛，所以就 working holiday 对 working holiday 啊。但是咧来好，你好好来工课，你假使咧准时离开，第二档你下当继续来，吼。所以咧对东南亚来讲吼，我每一年来工课3个月，我赚到的钱可能就比我去印度尼西亚赚一年较济。安尼我合法来，我明年继续来，这是正常啊。对无？但是咧，我当然美国过去不管倒一党执政哦，当然民主党嘛有足大责任啦，因为伊种感觉讲啊足快，所以咧，吼足济这个。老师，我读一个数字互你听吼，伊即马吼在美国吼，差不多到2019年为止吼，估计超过58%至62%的非法移民吼，即在美国吼。已经有58%至62%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经定居10档，超过2成的非法移民在美国20档，对，吼 ，not fresh off the boat， 唔是初落来。我知，我继续补充，因为我过去伫台湾的 Office of Counterterrorism 有工过，上大问题，美国政府的朋友嘛承认，美国上大问题就是吼。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吼，执法的单位吼太侪啊，有 FBI 啦，有 DEA 啦，有 ATF 啦 ，ICE 啦，有 ICE 啦，有 Federal Marshal 啦，有 State Policeman 啦，足侪。所以咧，每一个单位吼，讲实在，迄时阵吼，
伊咧资料吼，拢无通的，无通啦，无通。所以咧，你即马掠到一个人，吼，地方的警察掠到一个人，吼，你犯什么法，你就送到州，拢无去问，这人的身份到底是啥？但是伫澳洲毋是哦，澳洲是任何人犯法，第一步一定是规个连续去查。这个人到底身份是啥？假有在地的 ID 无的话吼，一定是就是。来，我老家时间吼，美国人家己讲，即美国的户政制度啊无通联，啊乃至到讲，他昨张老师所讲，哇，这遮侪人咧，遮侪部门咧管理，这难道这长久以来就无想要处理，还是讲这嘛是人权之一？这可能是发生是因为迄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伊的就冲突，伊的支持的人的差不多，所以这款的代志准拢无法度解决，准无法度解决。是进前小布希的时代，伊差一点被解决这个移民的法，到上落尾佫失败。所以做困难，所以即马嘛是众议员是共和党是人小可占多数，3-4个票，但我看其中选举了嘛，无奈呢。做解困难，做解。你向来做了共款哦。向来做了共款哦。向来可能是爱一寡时间才会当解决，嘛是你嘛是所讲的。真正有，因若是非法移民无伫的，伊做欠工啊。哦，但是我要问林老师吼，因为除了欠工的因素之外，因本身的法律嘛真，我感觉真我不可思议啦。他拄我一开始就讲哦，你若是你无身份，但是你会当纳税，吼啊你纳税，你若纳5档了后，我会当互你吼。一张吼，临时的签证，你会当来工作1年，啊，照年来签，看是签1年、签2年，所以我若会当避过5档，我若合法啊，乖乖啊交税，我就安尼就稳妥啊。这法律是世界独有的嘛？还是感觉美国？我感觉我不可思议啊，是。当然有足这种的方式啊，吼，你入来这站是。合法的，吼但是你落尾，你的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证件，已经过期，就变成非法，吼。读册读到无非法的。所以就是讲缴税本身啦，吼，缴税本身就是讲一种的方式啊，这种的方式就是讲，你既然有趁钱，你应该爱来缴税，吼，这个甲你的是毋是用缴税来查你的非法的身份？这是无共款的思考啊，吼，就是讲你缴税是你合法，你应该爱做，吼。所以有足侪其他的国家那共款安尼，你也讲比如说法国来讲啊，吼，你按缴税，逐档都有缴税，你哪来哪久，你会当下到这个比如5档，咱头先讲5档，对，慢慢下到身份，吼。所以对这个加州的案件来讲，就是讲，只要讲会去抗议啊，吼，就是讲，川普要来执法，已经要到这个工作的场所内底去查，这个对足这个人来讲，就是讲，唔惊讲政策讲的呢，是已经要进入到执行。而且个进入到这社区，进入到这个餐厅，吼，就来查，吼。所以就是讲，加州是对川普来讲，是一个足有重要性的意义啊，吼。战略高地啦。对，咱有哈佛大学共款啦，吼，唔惊哈佛大学，其他像这个哥伦比亚，Ivy League，是这加州，吼，就是讲非法的移民。是全美国都有，这大学内底好的大学，那全美国都有，但是拣一个较有这个代表性，吼，伊要来做一个成绩拍3寸，所以就是讲，川普伊安尼做，当然讲，这个是
辩论的所在嘛，哦，有这辩论的所在就变成咱今仔做来讨论的，还是讲这个法官、加州的州长啊，伊要来控告这个川普这个法院伊来处理这个案件，吼，所以过去就是讲，虽然讲郭民彬是州长，普通是州长，按讲是90%几都是州长，伊咧发落但是并毋是讲完全都是州长会当发落的代志啊。按讲一个州长，伊认为讲无即种代志，吼，还是讲即摆还佫无这样严重，还是讲川普，伊是认为讲，即个真无去处理，就那像是大会一开始共款，无去处理，慢慢就变得愈来愈严重啊！所以就是讲即个案件介重要的意义的所在。我要邀请即个小罗，你也就线顶吼，歹势，我甲你请教吼，你嘛是律师的专业吼，你就你实务上的即个经验来看，你的客户内面，我量必你已经有即个无身份的即个客户，吼，你拢替伊处理啥物代志？还是讲其实就亲像张老师所讲的，其实问题就是即个雇主啦，毋是互请的，拢是头家人，因为欠工无法度，一定要来请。但是即个问题，其实我感觉有一天嘛出现在台湾咯，你感觉咧？我其实在加州，因为我是纽约的牌啦，所以我在加州我无无替哦，无替加州的人做法律的事件，我就是做较 business 的物件。所以我接触非法移民，毋是因为法律的执行啦。我有2个牌嘛，我嘛有心理师的牌，所以我拄着伊呢是拢在家暴，还是家事法庭的，要出来辅导的，吼，要介入的，对法律程序，伊就是讲，爱请种即个安怎讲，心理的辅导，还是讲来介入来帮助即个家庭，所以就有相关啦。但是我毋是直接帮助因在做法律程序的部分，吼，我嘛无做移民法的部分，但是讲头拄仔咧讲这缺工吼，事实上嘛是，就是讲加州因为是世界上大家讲吼，伊若是倒一个国家，伊是第4大的经济体，吼，就是讲加州这有钱人的程度是差不多，若是当做一个国家是世界排第4名，吼，就大家拢知影，这上有名的即寡公司拢伫加州，但是。因为伊这加州的生活费啦，吼，还是讲你需要的，你讲加州的厝嘛是拢讲有果树啦，吼，有这 courtyard 啦，然后你有爱做代志的物件上济，house 讲较大，吼，嘛这厝的人嘛较有钱。你讲画主嘛是做侪厝拢足大间，但是加州就是较侪豪宅嘛，吼，嘛较侪要就是较侪需要啦，所谓商业嘛是较侪爱工人的吼，所以虽然讲有需要，但是我感觉头拄仔张老师咧讲的是有道理，就是讲为什么美国袂当讲用一个较合法的方式，互即寡外国的移工来做移民来做工人，伊就摕一个合法的身份，因为即马我会感觉川普咧讲的有一个我会同意的是讲，即马。非法移民对因是走线，还是讲行过来是有诱因的，因有 incentive， 因为因比阮合法的搁较紧会当享受权利，会当开始做工课。我等我的讲卡交因等伊讲卡的时间无共款，伊迄有 incentive， 伊就闯关成功，伊就摕到身份，摕到身份了后，就交美国人拢共款。虽然讲经济有即个需要，但是敢无讲会当用较合法的方式，互伊有一寡3年、5年的 visa， 吼，但是互伊变做合法去申请移民，进入合法的程序的部分，我感觉讲，这实在是，我毋知讲，这就是爱足侪法律人的智慧交立法委员，毋过有政党的这冲突，所以就得爱看安怎参选。所以我的感觉是讲，我同意
头拄啊几个来宾啊老师在分享的，就是讲，川普今仔日是因为吼，伊讲话拢较慢慢讲较粗啦吼。伊今仔日伊毋是嘛加州的人讲这垃圾堆啊是啥，就是讲啊，即寡拢就是用较歹听的话在骂。但是法咧讲的，我嘛会当感觉讲，规个美国甚至加州的人，你讲伊歪秩序吗？伊歪治安吗？伊歪 law and order 吗？伊嘛毋是无要爱。但是你若用较粗的话，你就会变做讲有的人会同情受害者，就是变做讲，敢若 zero sum 0甲100，这就回到，就转到头拄张老师在讲的，其实为什么即马有法律的这个争议，就是讲，因为川普的作为有合乎有遵守这宪法的比例原则，就是讲，这个严重的程度，譬如讲，这个博爱特区，台北市有台北市的警力会当来维持，即马赖清德总统派一个军队来，大家安怎感觉？就变做讲，即马所有加州的市长 Newsom， 因的讲法拢是讲，阮加州的警察拢在执法啊，拢在执行啊，阮家己就会当处理啊。你若派军队来，大家要反川普，变做讲，你的冲突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变做你嘛，变做讲，因就是讲，因在骂川普讲安尼煽风点火，但是对川普的看法来讲，我嘛有听到讲，较右派的一寡看法，我嘛会当去 imagine 就是讲，因为我嘛读着报纸吼，报纸讲，有人吼用迄个 pick up 载迄个防毒的这面壳 mask， 吼 mask， 然后互这个抗议者来斗啊，我讲这有组织性的啦，吼安怎拄安怎，我是毋知这报道有去查证，因有人嘛是讲有这嘛是足有趣味的是讲吼，我嘛看一寡 LA 当地的报纸交一寡，譬如讲 BBC， 伊拢有一寡新闻出来讲，即摆的冲突吼，有足侪奇怪的点是讲，其实有足侪爆发的点吼，其实是对一寡假新闻出来，就是讲譬如讲吼，在帕萨迪纳是讲一寡城市，因为对于火灾1月开始。都有一寡国民兵，也是一寡联邦的、一寡政府的组织，也是官员在入来嘛，都做帮站嘛。因为譬如讲帕萨迪纳，因搁在恢复啊，搁在重建啊。但是因为大家人心惶惶，有一寡假讯息在X， 交一寡social media， 伊就会讲吼，看到这联邦的车，就讲这个吼全部拢是来抓移民的。但是因是来做代志，所以因为安尼，就足侪 misinformation。阮 LA Times 吼的时报就是有足侪澄清吼，就 fact check， 就讲这其实吼是做啥物伊嘛无闯入毕业典礼吼，嘛无把人带走其实有在执法，但是执法其实嘛是有一个合法的程序，并无参像大家抗议者咧讲的。讲伊就冲入啥物人的毕业典礼还是讲所有联邦的车拢是来抓人的，就变做讲人心惶惶，人就讲你这有人在煽动哦，可能有组织哦，若是讲你较右派的人，还是川普就想讲，哎哟，安尼有国家安全的展示无？是毋是有人有意，还是讲有心故意要散布这个假消息，要互美国社会乱？就变做讲，即马要去联邦法庭听证会 hearing 去讲，到底代志有遮严重无？两边都爱查。这小因为时间的关系必须先停在遮。我要请林老师来做一个小小，我要问林老师这对咱台湾的启示是啥物？虽然咱毋是移民国家，但是这听起来你看有假消息、国家安全、佮政党的对抗，你感觉？我是认为讲，这个法律足重要，法律重要就是讲，你爱做什么代志，爱有一个基础，这个法律重要，是不是爱去做，这是跟另外一回事管理有影是这个中央甲地方，还是这个联邦甲州有分享，但是这个加州
因为有这个对这个非法移民是庇护来庇护就对啊，伊甲别个就搁无共款，吼所以就是讲对川普来讲，伊应该决定要安尼做。美国总统伊也是讲有当过几当，伊会当来特赦足济非法移民，吼虽然讲伊台湾咱是无可能安尼做啊，吼不过咱原来爱有这种了解来讲，咱的安全足有可能是为人为外口的人，以咱内底做影响的吼，所以对人流啊，对一寡人因的动态，咱原来爱小可知影。包括这个代志来讲，可能较唔是这个。